本人收看客家名鲁学院每日一客语新闻。客家委員會4月15號在台北記憶倉庫舉辦客家杯2.0體育盛典增添說明會。客委會主任委員顧秀惠正式宣布，客家杯2.0招會盛典招募對象提拔打破地區限制，對全台各行各業發出招募令，目標係建立無窮地區嘅公客生活圈。老盛典打造成推動客語復振嘅具體個堡壘。顧主委表示，客家杯2.0體育盛典申請，無再個限制第70座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地區，含標看無衰蝕，但係有實際營業事實嘅經驗，無是攤地都做得專業。客家杯2.0會加強體育盛典功能。對以前單純跌入內功客頭中只做得申請嘅盛典，轉變招募其他客語溝通能力嘅點嘅，透過嚴條選擇同客語用，本盛典變成客語日常化嘅場所，提高使用客語嘅次數。以上係客家名魯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基本嘅每日一客語就係盛典，一件盛典成立當好。一件盛典成立當好，唔學為忙，下一擺章來了。